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7月初9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73节到80节，约书亚记23章第1节到16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13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最后之言啦，最后之言，咱通常会只讲这个遗言要过身之前，亲像摩西伫申命记32章摩西最后所讲的话。今日的经文约书亚记23章嘛提到着约书亚最后的遗言。除了遗言以外，最后的提醒警告嘛是最后之言。意思就是讲，无搁再有机会听到啊。约书亚记23章第1节到16节。记载着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最后之言。圣经安尼讲，上主互以色列人享受太平，无受到四围的对敌攻击。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，约书亚年老，伊调集全以色列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甲官长，对因讲：我已经年老。恁有看到上主，恁的上帝为着恁对遐个国所做一切的事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为恁交战，我所消灭遐个国家的土地，对约旦河到伫西边的地中海，包括还未征服的国，我已经抽签分互恁逐支族做家业。上主，恁的上帝要为着恁将因赶走离开恁，恁就会照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应允，得到因的土地做家业。所以恁着加倍勇敢忠实遵行摩西律法册所有的记载，毋通偏左，也毋通偏右。恁中间还未互恁征服的国，恁毋通甲因交叉，毋通提起因的神明的名，毋通指因来咒詛，毋通服侍因，毋通跪拜因。恁着忠诚无离开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亲像恁过去到现在拢安尼做，因为上主已经将大搁强的国对恁的面前赶走。到伫今仔日，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，恁一个人会当赶走1000人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照伊对恁的应允为恁交战。恁着谨慎，着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恁若越走离开上主，甲伫恁中间留落来的人民来交叉。甲因同温往来，恁着确实知，上主恁的上帝一定无要将遐个人民对恁的面前赶走，因会成做恁落网圈套，拍恁的边，目睭内的刺，直到恁对上主恁的上帝赐互恁这个水的土地消灭。但我要行世间人拢会着行的路。恁确实知，上主恁的上帝应允要互恁的福气，无一项会落空，拢实现伫恁的身上。上主恁的上帝所应允一切福气，会怎样临到恁？上主嘛安尼互逐项会知会临到伫恁，直到上主恁的上帝佮对恁。对伊赏赐恁这个水的土地来度灭。恁若违背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约，去服侍跪拜遐因的神明，上主会对恁发生气，恁会真紧就对伊赏赐互恁这个水的地来灭没。这是预言，嘛是最后的提醒。因为呢，行了以色列人伫生活中来离开上帝的道路。耶稣基督
对于犹太人的提醒，嘛亲像最后一言共款，因为因并毋是真心来追求上帝的道路。耶稣基督对于讲，这个外邦人比因更较热心来追求上帝的恩典甲赦罪之恩。路加福音第10章13节到16节记载着耶稣基督的提醒。哥拉辛啊，你惨啊！伯赛大啊，你惨啊！我伫恁中间行的新夜，若伫泰尔甲西顿行，因早就穿满衫，坐伫火湖顶面火解啦。伫审判的时，泰尔甲西顿受的刑罚会比恁所受到的较好忍受。你咧，甲别人，你爱人甲你抹上天，浮上天是无？袂啊，上帝会甲你ฮ็落伫阴府。听叹恁的，就是听叹我；拒绝恁的，就是拒绝我；拒绝我的，就是拒绝迄个找我来迄位。耶稣甲门徒讲的时阵，讲愿意对恁的，就是听叹伊的话语；若无愿意听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无根据上帝诫命律法的，就无法度来得到这个赦罪的救恩，因为就必须爱面对家己歹所行的结果。诗篇119篇73节到80节，你的手创造我，捏造我，求你使我智慧通学习你的诫命。敬畏你的人会看见我来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知你的判断公正，你有照你的信息来管教我。求你照你对你的仆人的应允，用你的慈爱安慰我。愿你慈爱临到我，互我通活，因为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。愿骄傲的人失败见效，因为因无理由枉屈我。毋过我要哪念哪想你的律例，愿敬畏伊、认捌你教示的人倒转来接纳我。愿我专心遵守你的规例，互我袂至到失败见效。求主保守台湾中南部所受到风灾甲大雨的地区，互淹水的土地会当紧紧来恢复。求主保守阮的心，互阮愿意听叹伊的教导，诚做忠心的仆人，会当得到救恩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